華僑大學係一間好美好嘅大學，佢有泉州同廈門兩大校區，都有唔一樣嘅美景。我最中意嘅就係華園大道，呢度綠樹成蔭，富有詩意嘅石板路帶你通往校園各處，時不時仲會邂逅好多得意嘅小動物。我從第一就加入香港同學會，喺呢個大家庭入邊，大家互相照顧，互相幫襯，有佢哋喺度，我嘅大學生活變得更有意義。我爸爸係一位建築工程師，由細到大受佢嘅影響，我對建築就非常之有興趣。去到升學嘅階段，我知道華僑大學嘅建築專業非常之犀利，所以我就下定決心選擇咗華大。嚟到呢度，所有嘢對我嚟講都非常之新奇，但係一啲都唔陌生。由開學報到去到熟悉校園，因為師兄師姐都非常之親切同埋友善，令我感覺到屋企嘅感覺。對未來大學嘅生活亦充滿着期待。而家嚟到內地讀大學嘅時候，面對唔一樣嘅環境，我好擔心自己會適應唔到咁高強度嘅課程。但係華大好貼身咁為每一個專業嘅境外生制定咗完整嘅培養計劃，仲專登成立境內外學生一幫一輔助小組，及時幫我哋補足薄弱嘅知識點。雖然喺文化上有隻差異，但不論係境內生定係境外生，都會互相幫助。呢個就係華僑大學特有嘅包容。華大作為一間海內外聞名嘅特色僑校，呢度有嚟自世界9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同學。雖然大家嘅文化背景都好唔同，但係都相處得非常之融合。學校亦都為我哋境外生提供咗多元化嘅發展空間同獎學金機制。喺呢度你可以享受到拼搏進取嘅快樂。當我決定要同境內嘅同學一齊組隊參加全國計算機大賽，我哋就可以一齊去探討破解唔同嘅難題。呢種並肩作戰嘅感覺係非常之正。喺華大讀書，你可以遇到好多善良、溫暖、可愛嘅人。喺呢度有近100個學生社團組織，你可以大膽咁跟住自己嘅喜好，揀翻自己中意嘅嘢，並為之堅持。無論喺漢服社定係辯論隊，一動一靜，感性又理性，華大俾咗一個實現自我價值嘅成長舞台。華大嘅社會實踐活動為我打開咗一扇了解世界嘅窗。加入學校嘅歸根情志願服務隊，令我有機會以僑校學子嘅身份情聯老僑，亦都令我學會思考如何通過志願服務去幫助他人。雖然我哋嘅力量微不足道，但螢火之光亦都可以照亮一方天地。感謝華大多彩嘅活動，唔單止豐富咗我嘅人生閱歷，亦都令我更加明白作為青年人嘅使命與責任。今年係我喺華大學習生活嘅第5年，從本科到研究生，華大帶咗俾我太多寶貴嘅財富。啱啱上大學時候，我未諗過自己可以讀研究生，但係經過4年嘅本科學習，我希望可以喺自己嘅專業中繼續深造。華大為成績優異嘅境外生同學提供咗保研嘅申請機制，佢俾我嘅人生多咗可能。華大最吸引人嘅係佢獨有嘅人情味，呢度嘅老師亦師亦友，喺面對困難嘅時候，佢哋會伸出援助之手。喺華大呢5年，每一段經歷都深深烙印喺我嘅心中。對於華大，我已經有份屬於自己嘅歸屬感。大學4年嘅美好轉眼即逝。當我離開校園步入社會嗰陣時，估唔到華大俾我嘅溫暖一直都喺度。你可能想象唔到，華僑大學喺世界各地都有好強大嘅校友會，各行各業嘅華大人，無論係邊個，只要聽到你係華大嘅學生，都會咁關心你，幫助你，俾你喺複雜陌生嘅職場感受到嚟自母校嘅愛同溫暖。希望我都可以通過自己嘅努力，成為學長學姐咁樣對社會有貢獻嘅人，成為更加多華大人嘅榜樣。相信我，選擇華大一定冇錯。